翻嚟睇下第4場嘅參戰馬，先睇2號超霸勝。咁如果攬住今季嘅賽績呢，落到嚟4班的確係惡㗎，輸俾愛馬善人運高八斗，抽埋個內檔有報文添。係啊，級數真係會比較高啲咯。我諗大家即係我自己都係啦，個感覺可能覺得即係偉達咁熱門又11蚊位置咧，好似成日都有啲鴨鴨震咁啦。咁但係你數埋呢一紮馬當中，你唔擺佢又好似唔得嘅，都要揀翻咯。咁啊，今季有隻全熱門紅愛社，咁都係喺報文咁樣誇下之下贏嘅。9號飛王，今日好多馬普遍去到閘前都係比較係濕身啲嘅。反而11啊，冇乜話要特別去做啲咩熱身功夫。冇乜板斧嗰啲嘛，一定要走㗎。加埋用下黃志宏咁輕磅啊，今日照計都會進搶嘅呢隻添喜運啊！好啦，紅燈亮起，賽事進入今晚嘅第4場6環彩嘅頭關啊，4班先2，由頭熱到尾呢隻2號馬嘅超霸勝啦，即係論個往績啊、排檔啊咁各方面都。好似都相當市正嘅，咁啊睇下偉達呢一隻熱門啊，交唔交到啦？好，入閘先呢就飛王，再嚟係線路達飛，排外檔嘅冷門馬就好接拍，跟住落飛嘅鼓浪好友，再嚟係加非凡，入埋大熱門嘅超霸勝。亦順利，再嚟有驍勇者，綠色衫呢就添喜雲喎。好啦，閘後邊剩翻嘅馬就唔多啦嚇，分別有首進，就你知我得，後邊都仲有一隻啊，就係星火燎原。好，差唔多啦，交俾閘前啦。全部馬不準備妥當，4場賽事4班1000二嘅短途賽，一枝獨秀大熱係7號起飛。好，嚟日起步，你知我得應聲彈出啦！緊隨其後嘅馬呢，有橙色眼罩星火燎原，中間驍勇者啊，外邊有2隻啊，綠色衫添喜運啦，最出嗰隻就鼓浪好友啊，馬林中間啦，外邊啊藍眼罩呢就風林火山啦，後多層嘅馬，中檔位置喺個馬林入邊啦，咁啊就係呢隻加非凡出邊啊，線路達飛向尾5啊，後邊4隻首進啦，尾3紅衫紅帽係超霸勝啊，暫時墊後一隊好節拍同埋一隻飛王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仲未斷咯，前面放馬外邊鼓浪好友呢，鬆咗幾步呢，想壓入嚟㗎啦，放咗出嚟貼埋欄添啊，跟住響第2位嘅馬外邊啊風林火山啦，添喜雲跟住個第3啊，內欄第4有你知我得，第5位中間啊加非凡啊，第6位啦，外邊啊線路達飛啊，藍衫黃帽首進攞定出去㗎啦，後啲先嗰啲驍勇者啦，內欄呢，咁啊橙色眼罩呢，仲有星火燎原，紫色衫嗰隻呢就飛王啊，馬林中間紅帽呢就超霸勝揾緊位嘅咋，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你知我得就鬥緊添喜雲，內欄上嚟嘅馬呢，仲有呢隻就鼓浪好友捱緊啦，入邊啊星火燎原啦，大外檔好節拍，中間超霸勝，最後100米到透出嚟，你知我得超霸勝追緊佢，出邊呢仲有隻好節拍，夜馬嗰匹係咪中間嗰隻超霸勝？終點前啱啱趕到呢。至於追上嚟嘅馬，出邊仲有一隻啊，好節拍嚟噶，3號出咗頭，你知我得臨門有少少力弱，第4名係鼓浪好友啊。好鬥得好激烈啦，頭3名。咁啊，中間超霸勝報文就應該贏出呢場賽事。第2呢，好近啦，入邊你知我得，出邊好節拍，跑第4就鼓浪好友啊，仲有得影下第2啊，不過好勁嗰隻好節拍喺去邊，轉個大彎上嚟。哇！臨尾幾多倍啊？呢隻2倍1.1嘅位置。哇！翻嚟不過緊贏㗎咋。最尾嗰幾步係好勁嘅，咁不過贏就係贏啊，都要等翻張相啊，因為前3名都好近嘅。咁啊，第4名呢就係7號嘅鼓浪好友。呢場鬥得好刺激啊！我哋睇重播睇佢哋點樣鬥得刺激法。
好啦，睇下第4場賽事嘅預計派彩啦。跑第1名就2號嘅超霸醒，獨贏派20蚊，位置派11蚊。跑第2名啦就6號嘅好節拍，位置派88個半。跑第3名係3號嘅你知我得，位置派19個半。跑第4名就7號嘅鼓浪好友，連贏2搭6派438個半，位置 Q 2搭6派129個半，2搭3派27蚊，3搭6派304個半。而重彩2號6號順序派630蚊，單天2號3號6號派602蚊。三重彩2號6號3號順序派4249蚊。我哋睇下第1名張上先，咁啊見到中間紅衫布紋嘅超霸勝就到線先。3個騎師都仆晒落去噶啦，咁啊第2名呢，就見到下邊正常鏡都見到啦，好節拍呢就到線先，睇埋上面反鏡就更加清楚啦。短途賽呢一場又有得追下喎，超霸勝同埋好節拍，好節拍啊！呢個檔位都跑到翻嚟咁近啦，今次就真係勁啦呢場。偉達夾住布文，咁啊稍後呢都仲有合作啊！佢哋大學生同埋會長之寶啊，真係呢個2倍 win 啊，真係一額汗。係啊，短碼頭咁啊霍宏星就跑咗2個第3。下一場有落班嘅至跑得啊，都係熱門嚟嘅。直路頭都要揾咗陣位嘅啫，超霸勝啊！見到布文都左捐右捐嘅。飛黃今日係啊，點啊？今日拖後咗又唔係好追啦，今日。4連環2號、3號、6號、7號派1975蚊。4重彩2號、6號、3號、7號順序派33,976蚊。頭先話而家啲直路攞位都要好小心啊，接觸唔到都停賽㗎都。咁逼劫啊！睇下點樣捐上嚟啊！睇下布文啊！早段睇下隻添起運先10檔，咁啊大家出閘都平排啦，佢都有少少壓啦。最積極梗係出邊嗰隻㗎啦，就鼓浪好友。咁你知我得快呢，其實啊見到霍宏星都等緊有啲咪埋嚟冚佢㗎啦。咁但係走咗埋嚟呢，就添起運之後佢又一路捉喎，咁啊鼓浪好友頂埋出邊咯喎。咁啊後邊就驍勇者今次出閘順跟翻前啲啦，內欄就星火燎原，出邊就風林火山啦，走住4碟線路達飛啊，貼欄嘅超霸勝咁啊飛黃跟住佢啦，後邊手進好節拍。其實真係我都唔係好知黃志宏做緊乜嘢咧，其實喺度啊，點解唔順勢埋欄呢？係咯，你望裏邊嗰做咩？嗰個其實你都抽到冇得抽㗎啦，係咪？所以抽停隻馬咩？係咪？阿霍宏星其實等緊你埋嚟攞遮擋，你都唔賴咪啊？走前啲啦咁。真係慘啊！真係，唉，咁啊變咗鼓浪好友又用多咗嗰度個彎位。超霸勝依家就紅袖，最出就好節拍。哇！蝕好多好節拍啊！超霸勝呢度少少窄位啦。哇！都幾逼㗎，好彩呢度啊嗰隻褪緊啊，呢度開翻個位俾佢。飛黃啊，呢度都仲喺度揾緊位。鼓浪好友嗰度末段有少少耐性啊，見到阿艾少禮都要修正啊。第4場賽事都復榜完畢。位置 Q 派彩2搭6派129個半，2搭3派27蚊，3搭6派304個半。2重彩2號6號順序派630蚊。4連環2號3號6號7號派1975蚊。4重彩2號6號3號7號順序派33,976蚊。
孖寶頭關11號，尾關2號，派225個半；頭關11號，尾關6號，派398蚊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86，第段23秒13，末段13秒66，賽事完成時間1分10秒65。